思南，你别难过。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娘，让我在这个家抬不起头来。思南，你就忍一忍，老爷也是为了你好。等你正式成为了继承人，到时候你就再也不用忍受这些了。父亲、母亲，这就是曾经你们苦心经营的酒楼，女儿终于给你们报仇了。夫君，昨夜没喝药，今日得补上。这几日为何对我这般好？夫君哪里的话，我是你夫人，对你好是应该的。可我把你从思南那抢过来，不恨我吗？都过去了。我若想说我不想喝这苦药，你信吗？可是你生病了呀。一个正常人天天喝这些药，会不会真成了病？我看你是烧糊涂了，快喝药吧，凉了就不能喝了。哎，你会一直对我这般好吗？别瞎想了，快睡吧。快去禀报老爷，孩子去喜房中来求救。给我滚回来！你们谁敢走漏一点风声，我让你们脑袋都崩下！滚出去！哎，张爷、李爷，您来了，里边请。自从爹娘过世，酒楼再也做不出那个味道，生意冷淡了很多。可是今日，夫人，夫人，您的请帖呢？请帖？是啊，您不知道吗？今日是刘家二少爷接管酒楼的大喜日子，也是二少爷与许大小姐订婚的日子，双喜临门呐！大家都吃好喝好。好。
书院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哎呀，这位是隔壁商会的孙老板。于小姐，哎，夫人，夫人，没有请帖您是不能进的。体宇，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我这2天都找不到你，我怎么跟你说？这2天实在是太忙了，忘了跟你介绍了。这是云城司令的女儿许淑韵小姐。淑韵，这是千羽小姐。原来她就是和刘司令退婚的许小姐。好啊，啊，这就是你们说的刘府丫鬟吧？你说谁是丫鬟呢？一个管家的女儿，可不就是丫鬟吗？我说错了吗，思南哥哥？思南哥哥，叫的可真亲密呀！司令的女儿竟然也如此的轻浮。你说谁轻浮呢？一个丫鬟，好大的胆子！一宇，大庭广众之下的，你别闹了。我闹？啊，一定是嫉妒我可以嫁给思南哥哥。思南哥哥风度翩翩，不像你，只配嫁给一个疯子。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来人呐！给本小姐毙了他！我看谁敢！刘司令，他怎么来了？大他不是中毒了吗？神采奕奕，看来精神头不错呀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隆重的定亲，我当然要来了。大少爷肯来捧场，淑韵自然是高兴。不过，定个亲，搞这么大的阵仗，许小姐不愧是司令的千金呢。大少爷有所不知，刚才这个丫鬟啊，刚才大少奶奶打了我一巴掌，这事儿该怎么算呢？哦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许小姐都敢打！我回去再好好收拾。大少爷既然来了，何不喝一杯酒再走呢？将来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许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感兴趣。是哪个那个大胆，连老子司令府的婚宴也敢捣乱说？爹，你是给老子丢人现眼，还出得起爪子？给我带他去！司令，还是算了吧，让他们走吧。他们毕竟是我大哥大嫂。哼，打了老子的女娃子，那就是打我这个司令府的脸。看在你老汉儿的面子上，给你指一条路，给在座的每位宾客敬上一杯酒，当做是赔礼道歉喽。司令，您别跟我大哥计较，这杯酒我替他喝。刘四兰，你算是嘛子东西啊？这哪有你开枪的份儿？要不是看在你刘家的面子上，你个丫鬟生的种，还想当我司令府的女婿？你龟儿容得下个人未婚妻遭别个欺负，老子可不得干哦！司令府更是不可依旧。要是不喝的话，就喊他乖乖的给个30个耳巴子。
什么？堂堂司令，居然喜欢拿枪杆子说话，那我满足你啊！大哥，别冲了，得罪了司令，爹那边不好交代。况且，淑韵是我的未婚妻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少了爹来压我，吃他外的东西！好，天宇也是我的夫人。刘少爷可是有方便，自叹不也，这玩意儿走火。你还不放下枪？大哥，个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把枪放下！大少爷，快把枪放下，千万别乱来啊！大少爷是因为担心夫人，一时着了急才恁个嘞。都是我屋头的女娃子太娇实，娇气得很，还望大少爷多多包涵。那就祝思南、许小姐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。告辞。想毒死我？怎么？我没死，是不是很意外？景玉，你的思南哥哥订婚，伤心吗？那也不需要你救。你以为你的思南哥哥会救你？也跟你没关系。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吗？你杀死的人何止是一个两个？而且我的亲生父母就是被你亲手杀死的。我要说不是我杀的，你信吗？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个玉佩是你的吗？这玉佩为什么会在你那儿？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。是。这是我在彩月身上看到的。一个普通的丫鬟怎么会有如此昂贵的玉佩？我调查之后发现，这玉佩果然是你的。杀死我亲生父母的凶手就带着这个玉佩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玉佩是我的不假，但它在我18岁生辰当天就丢了。这玉佩是老爷和夫人托全城最好的工匠为你打造，
如此昂贵的玉佩，你怎么可能丢掉？你让我如何相信？外面有多少人误会我，唯独你不行。反正我来了，也没想着要活着离开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我只是好奇，你怎么没死？你会一直对我知道好吗？别瞎想了，快睡吧。如果你叫一个人时，他眼神躲闪，说明他心里有鬼。我娘和我说的。你就这么想我死吗？对，你这个败类，你这个人渣，你早就该死了！你想我死啊？你想我死？我骗不死，不然我怎么折磨你啊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起来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让他出来。是。大少爷，您找我。把门关上。这枚玉佩哪来的？大少爷，这是彩月家家传的。一再胡言！你可知他是谁的？彩月不知。你胆子不小啊！本少爷的东西你也敢偷？彩月不是偷的，请大少爷相信我。这枚玉佩是我爹娘送给我的18岁生辰礼。我说呢，当天就不见了。原来是家贼难防啊！你在我刘府这么多年，还偷过什么？冤枉啊，大少爷！彩月真的没有说。本少爷的手段你是知道的。好久没施展了，今天刚好活动。你逛偷这么多年，就算我爹知道了，也不会说什么。大少爷，我说。爹，娘，女儿无能，我也能给你们报仇。谁？吴宇，是我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狼狈的样子吗？依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是来给你送吃的的。我从下人那里得知，你被大哥关在了这里，我不放心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？你在怀疑什么？怀疑我对你的感情吗？去找你的许大小姐去吧，何必来看我这样落魄的一个人，在这里跟我解释？依雨，我爹担心我作为继承人势单力薄，
无法驾驭各家的势力，于是便与云城司令府联姻。但那都只是借力，我并不喜欢许淑月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跟他都是逢场作戏，等我坐稳了刘家家主之位，我就和他悔婚，到时候我们就能真正的在一起了。一宇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在我心里，一直爱的都是你。刘思林这个混蛋，竟然把你关在这种位置，我绝对不会饶过他。玉玉，我先带你离开，回头再跟你解释。估计是刘思林来了，你走吧。一玉，那我先走。晚点我再想办法救你。思南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我这做什么？没错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欺负钱一宇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请你搞清楚自己现在的状况。你是司令的准女婿，别老惦记着自己的嫂子。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我的女人用不着你来操心。你说，我要是把你来偷偷见一宇的事情告诉爹，会怎么样？刘思南来救你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走？你们男人都一样，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，什么都可以舍弃。你干什么？我说过，只有你不能冤枉我。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前几日在门口有名游商向我推卖这枚玉佩，价格很便宜。那人特地叮嘱不要说来路，只说是家传的，因为是从大户人家偷来的。我也是贪图便宜，看是真货就买了。可是大少爷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您的。那你看清那个人的长相了吗？那人戴着大毡帽，遮住了面目，看不清。哎，5年了，终于物归原主了。如此，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了吗？那你还记得你的玉佩是在哪丢的吗？就在福禄大酒楼，当时宴会还没结束，便再也找不到了。为此，我爹还责骂了我一顿。福禄大酒楼。天天喝这些汤药有什么用？我仇恨
那个逆子给气死！老爷，你息怒啊！好端端的这回也让那个逆错给搅和了。司令那边我如何交代？司令府把我们家的彩礼都给退回来了。许司令和许小姐也是一时气愤，想必想通了，他们会回心转意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让那个孽畜再随意走动了，我得把他关起来，严加看管。爹，您三思，这事传出去，影响不好。是啊，要不是因为愧对他娘，我是绝对不会放纵这个逆子的。爹，许小姐那边您放心，我去打理。许小姐对我印象还不错，相信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缓和的。四奶啊，你恨你哥吗？他毕竟是我亲大哥，我怎么可能会记恨他呢？等我和许小姐成婚后，一定会把刘家的基业发扬光大。等到时候，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四奶啊，你宽宏大量，爹果然没选错人呐。没有。你想去福禄酒楼调查你爹娘的事？嗯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能有线索吗？我想去试一试。刘思玲的玉佩当年也是在福禄酒楼丢的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这福禄酒楼吧，虽然是刘家的产业，可大。但大少爷有封印这事儿，现在是满城皆知。再说了，你们前几日刚搅黄了刘家跟司令府的婚事，你现在去，怕是没那么好整。所以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。我，二位，福禄大酒楼可不是随便就能进的地方，二位可以到旁边的小馆子去。啊，咱这儿还招人不？你们？啊，俺们兄妹俩是逃荒来的，想找个吃饭的饭碗，工钱可以少要一些。掌柜的，他们两个是逃荒来的，想在咱们酒楼干活。行吧，我这儿刚好缺2个打杂的，你们就先留下吧。谢谢掌柜的。谢谢掌柜的。这儿没擦干净，还有这儿。我才来这不到1年，你问7年前的事，这我哪知道？哦，老婆婆，请问您在这里干了几年？少说也20年了，就连掌柜的都没有我时间长。那我向您打听个事儿，您记得5年前大少爷在这里办的生日宴吗？大少爷不是疯了吗？还办什么寿宴呀？不记得，不记得。你们俩再偷懒，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啊！那还有这些。
这些天早出晚归，干什么去了？我去，你管我呢？二少爷来了，赶紧把点心上去，否则咱们全都卷出来滚蛋。是啊，咱这酒楼以前多冷清啊，多亏了二少爷，才来了这些贵客。别那么多废话，赶紧把菜给二少爷送到翠玉阁包间。是，哎，得嘞，走走走。来，二爷，敬您一个。二爷，刘思南他在这干嘛？不是那些人又是谁？在这云城，谁不得给我几分货？那是。以后啊，有需要小弟的地方，尽管一定一定。来，说。现在的刘思南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思南哥了。我最讨厌那些攀龙附凤的经营之道，将来我一定靠自己的努力，成就一番事业。反正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，还是看看他们在说些什么。二爷，来敬您一杯啊！思南啊，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最近呢，有一批烟土要运到云城。他们在说什么？根本听不清。我想通过你和许司令的关系，通融啊。当然了，好处自然会是你的了。二爷。你呀，好。那手势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感觉他们像是在做交易。好，来，干一杯。他这几天怎么这么能吃？干什么体力活？他们可能知道当年的事儿。父亲，女儿好想你。老爷子，请问，来，又是你，你干什么呢？没事在厨房瞎溜达什么呀？我就是想来看看。厨房重地，不准钱塘打杂人进入。
这是福禄酒楼历来的规矩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一个打杂的，弄脏了厨房，客人们吃坏了肚子，拿你的命都赔不起。可我什么也没做呀。那也不行，今天必须打你几尺子，给你个教训。哎，掌柜，要打打我吧，别打俺妹了，打坏了就没法干活了。还有个老相好的帮着说话呢。我看你根本就不是来干活的，勾三搭四，不是勾搭跑堂，就是在后厨下转悠。今天我不打你，日后指不定给我搞出什么幺蛾子呢。不是，他平时……你要打就打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嘿，小丫头片子！谁打你了？没有啊，没人打我。让你明天在府上待着，哪也不许去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刘家大少爷，而你是我的夫人。老爷，该喝药了。大少爷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们俩，你不用走，就在这儿，有什么话就说，也不是外人。爹，我想接管福禄酒楼。你说什么？这福禄酒楼这么多年都是勉强维持，不知大少爷怎会突然……司令啊，你想出来做事儿，爹很欣慰。这间酒楼是我老刘家发家的第一桶金，若不是我们这些老人念旧情，恐怕早就关张大吉喽。司令啊，咱们刘家这么多的产业，当铺、码头、钱庄，为什么你偏偏要接手酒楼啊？家里的其他生意有司南管着，我只是想找个事儿做，不想成天在家无所事事。而且这间酒楼是您和娘亲手开的，我想再次把它经营好。好，可是你最近心情总是阴晴不定，在酒楼不会又惹出什么麻烦来吧？爹，您若是不放心，可以派一个人来看着我。谁？千一宇。爹就依你啊！一定是刘司令把门给锁上。彩月，彩月，彩月！大少奶奶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快放我出去！可大少爷说没有他的许可，你哪都不许去。那个，我饿了，我还没吃早饭呢。我这就给您准备。大少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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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少奶奶。
大少奶奶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是大少奶奶大驾光临。大少奶奶，您恕罪啊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起来，你快起来。大少爷疯了吗？怎么会突然来酒楼啊？谁知道呢？大少爷一早上就要进后厨了，不知道干嘛呀？那个，我现在可以去后厨看看了吧？可以。你在做什么啊？做菜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本来想做好了再叫来，菜这家伙真没用，连个人都扛不住。你先尝尝。这什么呀？是人吃的吗？我18岁生辰那年，第一次吃到糖醋排骨，就是在福禄酒楼。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，所以想学学做做。那当然，那是我爹做的。现在我加入了一些西洋做法。那你今天为什么来酒楼啊？我喜欢做菜，不行吗？大少爷会做菜啊！哎，大少爷到底有疯没疯啊？我跟我爹申请来管理酒楼，特地让你来协助我，这样你就可以在酒楼自由出入，没人敢欺负你。谁让你帮我了？我来这里是有要事要办的。我知道你要调查你爹娘的事情，我帮你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是要重振酒楼才来的，所以先要好好研究一下当年江淮师傅留下的当家菜。那是什么呀？好香啊！你炒多。蜂蜜绿豆糕。我当年最爱吃你爹做的糕点，别按想象中的样子学着做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烫。这个呢，要放凉了才好吃。烫。一宇，这样绿豆糕才会冰冰凉凉、甜而不腻，最好吃了。尝尝。好吃吗？就是有点太甜了。那你在这好好吃，我去看研酒楼的账目。好了，干活了。碧宇，刚才那个姓张的师傅听到你爹名字的时候，表情有些奇怪。我打听了一下，当年他就曾给你爹做过帮助。我想，当年的事他可能知道。酒楼里边人多眼杂，我打听到了他的家庭住址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你来做什么？怎么不去哄一哄你青梅竹马的一宇妹妹呀？淑玉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你才是我的未婚妻。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人敢打我。她一个身份卑贱的丫鬟，
居然如此无礼，况且还让我爹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人，真不知道刘家大少爷看上他什么了。淑玉，你宽宏大量，就别跟他计较了，好吗？我一定要他付出代价。淑玉，思兰，你现在就安去嘛。等过2天，素云的妹子儿起消了些，我们再上门去拜会你屋头的老爷。对了，司令，还有一件事。孙二爷那边有一笔赚钱的大生意需要您的协助，说是事成之后给您这个数。干嘛？上午嘞，把二少爷留下来，一路吃饭。思云呢？你先上去嘛，我跟思南还要办些的其他的事情。快些噻！老爷子，张师傅，您好。这个平时啊，您在酒楼里边太忙，怕打扰您。今天趁着您休息，我们兄妹俩特意来看您，顺便跟您打听一下江主厨的事儿。老伯伯，您把您知道的都告诉我吧，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哎，张师傅，张师傅，老伯伯，我父亲是江淮，他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听说你们是老伙伴了。我求求您了，您就把您知道的都告诉我吧。孩子，快起来，我承受不起。来，坐下说。成，像，实在是像，和你母亲令狐一模一样。您认识我母亲？是啊。你爹娘2口子都是非常善良的，可没想到遭了那么大的祸。那您知道是谁害死了我父母吗？我只记得你爹娘出事那天是大少爷18岁的生辰。今日那爱子司灵生日，感谢诸位光临啊！喝一杯。多谢多谢。那天刘夫人交给你娘一只木盒子。木盒子？那是什么木盒子？我隐约记得那只木盒子有些特别，盒盖上雕了一只西洋花。西洋花。那一天我们非常忙。老爷为了给大少爷做寿辰，搞得风风火火，来了很多名流。我们一直到晚上才听说你父母的事儿。那天还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哎，对了，我记得有个叫秀禾的小丫鬟也出事儿了。秀禾被人发现她死在了水塘里，跟你爹娘的事是前后脚发现的。发现的时候都泡白了，头上还有一只枪眼。哎呀，也不知是得罪谁了，年纪轻轻的，太可怜了。
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。子欣，子欣，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记得你刚进刘府的时候就喊过我一声秀禾，莫非你认识他？不瞒你说，其实秀禾她正是我表妹。是你表妹？那你进刘府就是为了查明真凶？没错。子欣，别难过，人死不能复生。但是我相信，总有一天凶手会伏法的。一玉，谢谢你。我先走了，小心点儿。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上次牵本小姐的巴掌，这么快就忘了？真是皮糙肉厚，打得本小姐手都疼。确实有几分姿色，不过终究是庸脂俗粉，怎么跟本小姐相提并论？若是杀了你，有些人就该心疼了。不如给你洗个冷水澡，让你好好清醒清醒，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。到。看看你个落水狗的样子，还敢在本小姐面前生气？思南哥，思南哥，你别走！我这是睡了多久？3天3夜，把这个吃了。这么多天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我，不然呢？谁让你是被我抢回来的？饿了吧？正在。好吃吗？
呀，徐司令，这回真是太感谢您了！要不是您的话，这批货很难顺利的进入云城。来，司某敬二位一杯。孙老板，你真是太客气喽！我徐某人还是要好好谢谢你喽。别个都觉得我这个司令当得好威风吧？手底下管到几百号人，还有几百条枪嘞。那别个啷晓得？我这好些人要吃饭，马也要喂。每天醒来睁开眼睛，这都是也要花钱的事儿噻。你这下可算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喽！哪里话哪里话。对头，恁是要好好谢谢思兰这个娃娃，要不是他的精力能干，我们哪有合作的机会嘛？哎呀，司令说的极是，您呐可真找到一个乘龙快婿啊！哎，思南，青年才俊不可小觑啊！二爷说的哪里的话呀？在生意场上，思南还是得多跟二爷学习学习。哎，来，二爷，思南刚了。哎呦，敬敬。好酒量，好酒量啊！啊，对了，司令，思南，这是这一次的分红啊。司令，思南，你们放心，下回肯定要比这多的更多。哎呀，思南啊，你就是比你那个顽固不化的老爹开明的多了。我们做生意嘛，什么有钱我们就做什么，哪来那么多的规矩？你爹就是太顽固、太倔了。所以呢，我还是愿意和二少爷这样的人合作啊，他有脑子。来来来来。我们再喝一杯，来。大少奶奶，公馆外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。一宇，昨夜张师傅突发心病去世了。我问过周围邻居，张师傅从前从未有过此类症状。我觉得其中一定有蹊跷。大少奶奶，要下雪了。我想在这里坐会儿。一宇，一宇，你在这儿，我找你半天了。二少爷怎么来了？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来给你送生日礼物。你怎么了？大少奶奶前几日染了风寒，昏睡了几天几夜，今日才刚刚好转。一宇，你怎么搞的？怎么那么不小心？彩月，你先下去吧。二少爷来找我干什么？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过生日的。你不说，我恐怕都忘了。二少爷不必这么费心，我在刘家什么都不缺，你还是送给你的许小姐去吧。李宇，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？我小心眼？那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？他能做什么呀？无非是每天逛逛街、买买衣服，要不就是在家里无所事事。看来你还是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他。一个被爹宠坏了的小女孩，有什么可了解的？狄宇，你就别和他一般见识了。他刁蛮任性，不懂事儿。你通情达理，有内涵。我通情达理，我通情达理就活该被欺负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我怎么生的这场病？